行入溫室群景區嘅奇異植物室同熱帶雨林室，有幾串翡翠葛已經綻放，佢哋嘅顏色仲係咁特別，碧玉色透出藍色光澤，晶瑩剔透。盛放嘅花就好似一隻隻棲息於藤林中嘅雀仔，仔細睇每朵花都好似金剛鸚鵡嘅喙。每年3月底4月初，翡翠葛都會如約而至，飛到華南國家植物園。唔少遊客話終於等到佢開花，有人仲要將咁難得一見嘅奇花畫落嚟。呢個時間係最靚嘅，上星期都未開，你今日啱啱好今個星期最靚呢個時候嚟咯。點解中意呢種花呢？好特別啊嘛，色彩靚啊嘛，好驚豔啊！翡翠葛同禾雀花外形有啲似，而且同屬豆科植物，被稱為姊妹花。不過喺國內，翡翠葛矜貴好多，因為呢種花原產自東南亞，靠蝙蝠傳粉，喺國內比較難繁殖，只能夠靠人工授粉同無性繁殖。目前只有華南國家植物園、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等地方有栽種。呢2年華南國家植物園開花嘅翡翠葛只有20寸左右。我們呢，剛引種來之後呢，對它進行繁殖，也是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成功。後來呢，進行了一些研究，現在呢是通過我們人工對它進行授粉，有的時候可以正常的結實，就是結果啊，結種子，但是有的時候也是結不了，所以它這個繁殖方面還是比較困難的。另一種奇花，亦係豆科植物嘅雀仔花紫獼，依家就開得好燦爛，千百朵橙紅花朵喺枝頭灼熱燃燒。紫獼喺廣州係好少見嘅，華南國家植物園入邊只有2棵，有一棵今年未開花，要睇嘅話就要嚟溫室揾呢一棵啦。好鮮豔，好靚，好吸引呢棵。近睇亦都係咪另外一種感覺啊？係啊係啊，好似影唔夠咁啊，好似對佢，唉，好靚。紫獼仲有重要嘅作用，佢嘅名嚟自於寄生於佢嘅紫膠蟲。呢種蟲喺樹枝上會分泌紫膠，紫膠係航空製造業重要嘅黏合劑。佢嘅紅色樹枝喺醫藥上亦被用作收斂劑。